心靈交響曲，被眷顧的一群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出埃及記16章13節，到了晚上，有鵪鶉飛來，遮滿了營。早晨，在營四圍的地上有露水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選民，卻背逆耶和華，將神的教導提醒拋諸腦後，不單自以行為敗壞，也誘惑別人影響後輩，使整個民族惹來耶和華的教訓臨至，使他們要經歷國家被侵，人民被擄，在埃及法老的殘暴政權下，以色列人成為奴隸，受盡欺壓與凌辱。他們的哀號呼求，使耶和華興起摩西，帶領以色列人離開法老的掌控，擺脫法老的轄制。法老曾用軍兵，曾用戰車追至紅河，也攔截不到超過100多萬龐大的以色列人群，前往耶和華神所指定的迦南流奶蜜之地。以色列人仍是不斷違背神，埋怨主，使民眾在曠野內兜兜轉轉40年。但耶和華神的仁愛與恩慈隨着他的選民，在這了無生氣的荒漠旅程，神賜下鵪鶉，賜下嗎哪，使人人得着身體的飽足，也使眾人思想神的教導。讓我們一起同心禱告。我們是被眷顧的一群，因有神的看顧與保守，也有聖靈保惠師的隨時幫助與提醒。雖常仍會不自覺的得罪了父神，卻仍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父神禱告，在認罪中讚美神，感謝主，為別人祈求，為自己祈禱。我們是被三一神眷顧的人群。以上感恩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，照着、跟着、說着、行着，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以弗所書5章10節，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。保羅從往永死的旅途能轉向永生的路程，全因主耶穌基督的捨己，來成就父上帝的救贖大愛，提醒眾人要效法基督對世人罪犯的挽回，在得蒙父神喜悅時，讓父神的喜悅來充滿。這喜悅是因着有神的愛，這愛使基督願意將自己全然獻上，使罪人被潔淨，被分別出來榮耀神。一切污穢、貪婪、淫詞、妄語都要在信徒們當中撇除，要離開這些暗昧無益的事，這是神厭惡的。保羅責備假冒偽善的法利賽人，鼓勵信徒在重生的生命裏要顯明神的榮耀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。得蒙基督愛的人會憑着神的愛心行事，照着跟着說出神喜悅的說話，不作欺哄，不應虛假。當要遠離那些假冒偽善、背逆神教導的人，藉每日靈修來聆聽聖靈的帶領，在提醒中行出救主耶穌的吩咐，在愛人如已時更得蒙神喜悅。以上同心祈求，
奉主耶穌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，得勝的人生，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羅馬書11章33節，深哉，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。保羅出生在猶太人家族，屬於便雅憫支派，自小受着嚴謹的猶太律法教育，是著名的加瑪列門生，擁有羅馬公民權，跟隨祖訓篤信上帝的，卻誤解主耶穌基督是違背上帝，在追逼信徒至大馬士革的途中，得着救主耶穌呼召他，使他的生命得着亮光，使他認清主基督就是他生命的主宰。在他歸信耶穌基督後，他領受了神給他的使命，就是要將福音傳揚到外邦人處，在未得之民高舉主耶穌基督的救恩。從前高深的學問與對律法的熱衷，也不能與神給他的智慧來得豐盛。我們一起祈禱，讓我們一齊來感謝創造我們的天父上帝，他對世人的愛是恆久不會改變，他的豐盛是不能測度的。他的智慧與能力使我們得着屬天的福氣。來，我們一同感謝天父上帝，讓三一神帶領我們過得勝的人生。以上祈求，奉主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。四更天，你在熟睡中嗎？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馬太福音14章27節，耶穌連忙對他們說：你們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主耶穌剛用5個餅、2條魚來餵飽5000人。這也只是計算男子，沒計婦女與小孩的大概數字，剩下來的零碎還可載滿12個男子。主耶穌公開在眾人面前拿着餅與魚，向天上的父禱告祝福後，遞給門徒餵飽眾人。主耶穌一方面供應人的溫飽，也掛念人靈內的需要。船即催促門徒趕緊上船去對岸繼續傳講天國的福音。這時主耶穌自己獨自上山向神禱告，由黃昏時段7點一直至四更天約凌晨3點左右，差不多8小時。父神與神子的獨處，在顯明神子的權柄與能力。這時的四更天昏昏暗暗，門徒在加利利海上再被風暴威嚇，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，要救助眾人，眾人卻以為是個鬼怪，驚呼大嗌，害怕得很。主耶穌並沒有放棄兒所愛的眾門徒，亦沒有煩厭他們的誤解，只作連忙的安慰和幫助。來，我們一起作感恩祈禱。當我們以為父神已不再理會我們的祈求與需要，在疑慮救主是否不知道我們在面對着艱難苦困時，讓我們俯伏在神的面前傾心吐意的暢所欲言，求指教，求督責。住在心裏的聖靈保惠師是你，是我們的隨時幫助。
這是主耶穌基督賜下的其中恩惠。以上祈禱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父神禱告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。現在所受的磨練，不會是枉然的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撒母耳記上17章37節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華必與你同在。非利士人挑戰以色列人，非利士派出戰討哥利亞。哥利亞不單是驍勇善戰的勇士，更是身材魁梧壯如巨人，早晚站出來叫嚷挑釁，聲音使人震耳欲聾，也使人心驚膽震。掃羅王面對這巨人頓時束手無策，百姓也無一有勇氣應戰。年少的大衛卻無遂自薦，要為民族出戰，要將這個非利士人打敗。向掃羅王解釋他從小就放牧照顧羊群，常會有猛獸來襲，有時是獅子，有時是熊，會從羊群中銜走羊隻，他會追趕，他會擊打來侵害他羊群的猛獸。現在大衛要將這個辱罵永生神的戰士非利士巨人打倒，如打猛獸一樣。大衛知道耶和華必與他同在，救助他脫離獅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助他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。大衛輕易擊倒身穿重型盔甲的哥利亞，亦只用甩石的機弦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，靠着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我們已經得勝有餘，所有的經歷都不會是枉然。現在你的日子是喜樂或是磨難，是暢順或是阻礙，都不打緊，重要是你要信靠聖父聖子聖靈對你的提醒與教導。人生必然不枉過，祈禱以謙卑的心，奉主名禱告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是要表達出來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路加福音11章28節，卻還不如聽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雅各勸勉當時分散在地中海各地的猶太基督徒，其中的教導有：聽了主耶穌的真道要行在生活中，不能只聽了主的教導而不照主的吩咐遵行出來。如人照鏡後看到不妥當也不整理般，明知錯誤也隨其錯誤下去，是沒有什麼益處，只會是招來更敗壞，更是遠離神的福氣。聽道的虔誠的人要有信心勒住自己的舌頭，不胡亂說出違背神的妄言，不亂講世俗玷污的說話。對社會的關懷中要持守神的道德教導，不受俗世的價值與觀點影響，靠着神的說話過聖潔的生活。我們一起祈禱，聽道要行道，才會得着神的賜福。這是父神給兒女們的忠告，在百般試探中，靠着是神的教導指引，
以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的智慧來依靠，來仰賴聖靈保惠師在心裏的督責，將神的叮囑吩咐活在我們的生活裏，是會表達出來。以上祈求同心奉主耶穌基督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，萬物被創造之始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創世記1章10節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世界從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被創天造地的三一神說有光就有光，將黑暗與光分開，有晝有夜，又將空氣造出來，有天有地。神說有什麼就有什麼，神用說話來創造萬物宇宙。三一神因愛而創造人類，使混亂改變成秩序，使混雜轉為清晰，使無自有。第一天造天地，也造了光；第二天造水與空氣。重要是上帝創造的一切，均有上帝看着已是好的。同心禱告，神創造的奇妙是滿有恩典與慈愛。三一神因着愛創造你與我，為使我們一起同來領人歸主，榮神益人。以上感恩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祈求，阿門。